呢個糖水散熱下火，滋陰潤肚，好適合燥熱體質嘅人士。如果你成日覺得怕熱啊、煩躁啊，又有皮膚乾、頭髮乾枯、口乾、眼乾、大便乾眼嘅情況呢，呢個糖水就適合你啦。550g 鴨梨去核切塊，擺入一煲1000cc 嘅水裏邊。20g 嘅麥冬，蓋好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攪動一下，加入2粒蜜棗，蓋好轉細火煮45分鐘。20g 乾百合，10g 乾杞子，蓋好再細火煮15分鐘，做好啦，香甜美味又有益。